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这时要礼拜前，咱先来练习咱早起要吟的诗，圣诗272首。愿爱上帝圣殿。伫遮我要先提醒大家一个，第一节是这个落尾是救主阳光兑现，毋是兑现的意思哦，兑现哦，阳光兑现。好，愿上帝圣殿，救主阳光兑现，伫遮有大欢喜，也过世情无比。搁第三，这是基督的厝，出入交陪我主。上帝伫遮指阮，贴皮受敬仰君。第五节，叫做使阮稳定，伊心里无表变，后日伫天见你，成多真多恶人。第二首回应诗是253首。上帝的教会毋是咱的迄个写是点点点啦吼。这条歌第一节咱保持圣诗的这个词以外，第二节到第四节是牧师新创写的词甲6位牧师合作创写的吼。所以咱为第一节要来唱到第四节，第二节到第四节拢爱看 PowerPoint 吼，你圣经的圣诗内底无这词。好，第一站。上帝的教会毋是咱人应恩及雕刻的圣殿，全面毋是受敬来作用，是对十架来结连。伊这是我的出欢笑。目屎故事恩典，你这是我的心有破罪，有悔好讲事情听。我记得永远用的双手，聆听来包围一个队。温暖的光影春天停在平平安安充满一地，咱对一代一传到一代，上赞是片永远长传，教会着常常学习欢欢。继续永存归大。
咱第4节搁唱一摆。咱对一代对将到一代，上赞诗篇永永流传。教会着常常欢喜安生，继续向前远达不断。这条第4节的圣诗啊，对咱有真大的反省。好。多谢，咱就是到这。啊，请有揸手机的人，关注震动。全地长远，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全地长远，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咱做伙用圣诗来学了上帝，圣诗第272首。我听上帝圣殿，请起立。Oh
甲来坐念新的改变做咱的信用告别。你着一心一心一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我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你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传入我甲先知的公拳头。我用新的改名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马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27，诗篇113篇，着称赞上主。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统合万国，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伊对顶爱提拔送下人，互鹰甲贵族排做伙。伊互袂生的负情人有大家庭，着称赞上主。咱三甲鸭头来祈祷。愿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圣。伫即个主日，我要来伫你的面前，对你献上恶乐。你用听创造宇宙万物，却也愿意看顾听见阮每一个人心内上微细的声音。感谢你赐予阮今仔日的日子，予阮永远有够额的稳定。上帝啊，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阮信任阮定定用阮的标准来看待你的世界、国家、教会、你的事工、家庭以及阮家己，却袂记你用你的听来服侍你，甲阮身边的一切创造。求你原谅阮的骄傲，无得带阮入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嘛，教示阮来谦卑合适你的款式，通领受你的稳定。阮今仔日特别为着青少年来祈祷，求你赐予青少年有对你来的智慧，无互人看轻。因为阮对圣经看见你伫所罗门，要是青少年的时，就赐予伊有智慧来成做王，管理你的子民。阮深信你要共款使用阮的青少年有对你来的智慧，来成做你的器具。求上帝嘛赏赐青少年有对你来的新眼光，欢喜看见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咧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尽心追求你的公义，专心分享你的听。我嘛恳求你赐勇气，予阮的青少年，予因会通袂惊世上的 Empire 帝国强权、无公义的制度以及独裁的压迫。敢若伫意伫遵守你的旨意，有勇气通用疼心讲出公义、诚实的话。上尾啊，我要为着青少年心内的平安，对你献上祈祷。求你看顾每一个青少年伫成长的过程中有你的保护，保守因的心袂有对学校、家庭、工作、社会来的压迫。时时有对你来的疼甲平安，恳求主引带阮的教会，伫关心甲思考安怎去应社会青年的共时，也通关心阮已经伫教会的青年，也是遐个因为工作也是受伤
来离开教会的青年的需要。特别是因为大家晚婚有愈来愈侪已经学校毕业，却也未进入家庭的社青，恳求主也引带阮的教会青少年甲长辈，通无分管家，共同伫你的内面，成做兄弟姊妹，亲像亲教运动的见证，互相尊重，互相相听。最后，阮恳求你看顾阮的国家，有和平甲公义。无受到对敌的威胁甲压迫，讨棒阮的台湾无阁有过去威权的影响。少年甲长辈做伙真实建立一个新阁独立的国家，成做世界的祝福，甲你疼痛的使者，来关心其他受苦难的人，互阮的台湾甲世上的青少年伫未来会通有真真正正的平安。阮深信。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请家庭诗班带咱来敬拜，因所要吟的诗是：我靠耶稣，请来耶稣，万所愿望。有
咱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列王记》上卷第8章第1节。迎之约柜入圣殿，迄时所罗门召集以色列长老、逐支族的首领以及逐宗族的族长来耶路撒冷，要迎之上主的约柜，对西安的大百姓运起来圣殿。第6节，这是更上主的约柜入圣殿，就是至圣所，放伫指定的所在。天使基路伯是故下面。第22节到第30节，所罗门的祈祷。所罗门当以色列会众的面前，徛伫上主的祭坛前，也双手向天讲：上主，以色列上帝，天顶地下无一个生命亲像你。你对遐一心一意顺服你的仆人，守约施慈爱。你有接受对你的仆人我的老爸大卫的应允，你亲嘴应允的，今仔日拢亲手实现。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求你实现对你的仆人我的老爸大卫的应允。你有讲，你的子孙若亲像你伫我面前敬信生活，你的后代就会永远坐以色列的王位。以色列的上帝。你对你的仆人，我的老爸大卫所讲的，求你实现。上帝啊，你兼真正住伫地上，天甲天顶的天拢无够通互你住，何况我所去即间圣殿。上主，我的上帝，求你教乐听你的仆人的祈祷恳求，听你的仆人今仔日伫你面前的求叫祈祷，愿你明日看顾即个圣殿。就是你讲你要临在的所在，你的仆人即个所在祈祷的时，求你听。你的仆人甲你的子民以色列即所在祈祷的时，愿你伫天顶你住的所在听阮祈求，赦免阮。第41节到第43节，若有外国人毋是属你的子民以色列的，因为听到你的大名、大权能的作为。甲你手作的手骨，对真远的所在来，即个殿祈祷，求你伫天顶你徛起的所在，听因的祈求，叫外国人一切对你恳求的来者，互天的万民拢会亲像你的子民以色列相款，捌你的名，敬畏你，搁互因在即个圣地是敬拜求叫你的所在。咱牧师今仔日要互咱的信息是：我伫遮，我祈祷。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三组织踮伫你的圣殿中间，踮伫遮，阮排列，阮会祈祷，也踮伫遮，阮学习顺服踮伫你的心意，互阮勇敢向前来跑走，也互阮会当踮伫每一日。阮搁较看见上主你的荣光，愿你的话充满阮，祝福阮。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学习祈祷。当咱咧讲教会是一个什么款的所在的时阵，老实讲，每一个人拢有可能有无共款的答案。有当时啊，咱会讲教会是一个我会当。踮伫遮得到教育的所在，有当时啊，教会嘛会成做一个咱会当踮伫遮甲朋友交往、做伙佚佗的所在。当然，教会嘛是一个进行宗教仪式的所在。每一个人对教会拢有无共款的想象，不过其实上界重要的是，教会是一个祈祷的所在。既然安尼来看。咱就要继续去问的是：祈祷的所在所要代表的是啥物呢？咱大概会当了解，祈祷有足侪无共款的方法，对吧？除了大家人坐踮伫遮目睭看起来咱都会祈祷以外，佫有啥物款的方法咧祈祷？咱的行动有可能真做咱的祈祷，咱的交谊有可能真做咱的祈祷。
咱每一个课程、每一个见证，拢通成做一个祈祷。倒位有祈祷，倒位就是圣殿。所以今仔日咱正直到伫所罗门咧起造圣殿的故事中间，咱会当看见一项事。要起造圣殿是虾米人开始的？是所罗门家己想要起造这间圣殿嘛？若是照以色列的历史来看，大概对伊的老爸大卫在做王的时阵，伊已经开始咧想讲要起造一间圣殿。毋过上帝甲大卫讲啥？歹势袂使，歹势。虽然你有心想要替我起造一间圣殿，这是好的，但是你袂当开始，只有你的后生接续做王的时阵，才会当起造我的圣殿。真有意思。咱咧想的是，为什么这个时阵上帝允准，迄个时阵上帝毋准呢？大家人拢咧面对这个问题。咱踮伫人生的过程中间嘛，定定咧面对这项事啊，定定有的事会成，有的事袂成。咱会当体会讲，这是上帝允准的，迄个是上帝无准的。但是到底为什么？如果咱来看以色列的历史，各位记得吼，头一个王什么人？扫罗。对头一个王开始，扫罗接到伫大卫，咱会当安尼来看。整个国家敢真正遐尼稳定？要对一个无共款的政权开始进入到一个王国的政权，其实踮伫扫罗的时阵无遐尼稳定，来到伫大卫的时阵，犹原踮伫一个征战的过程中间。踮伫一个征战，虽然大卫嘛引率以色列会当慢慢建立，但是犹原踮伫征战的过程。所以咱会当安尼来看。对大卫，伊想要起造圣殿这项事，除了要表达对上帝的敬虔，以及伊要表达一个伊信仰的热心以外，佫有一项真重要的是啥物？佫有一项真重要的是政治的想法。若是来起造圣殿，所有的人拢会当怎？组织过来，安尼会当方便我来统治整个的国家。是，所以人的心思意念，每一个行动，无可能遐尼完全的单纯，拢有无共款的想法。但是无论安怎，上主踮伫大卫的时阵，并无同意这项事。到伫所罗门要做王的时代，虽然伊是少年，毋过咱对前几礼拜安尼读落来，咱嘛发现讲，上帝赏赐伊有啥物？有真好的智慧，赏赐伊有真好的智慧，有理解的能力，互世界拢通得到太平。我踮伫中文的版本读较真有意思，中文的版本形容讲，伊有真大的包容力，有真大的包容力。通过安尼，互世界拢太平，就踮伫这个时刻，伊开始重新恢复，要来起造圣殿的计划，互世世代代以色列人会当来到伫遮敬拜上帝。咱也看到，起造圣殿毋是一个人的任务，起造圣殿是所有的人都会当参与，一步一步，每一个人贡献家己的文书，贡献家己的材料。奉献家己的金钱，做伙来起造完成规个圣殿。所以整个的圣殿毋是一个人的事，那亲像今仔日咱所咧讲的，教会毋是干那一个人的事。毋过定定踮伫今仔日个社会中间，当讲一个共同体的时阵，会发生啥物代志？咱讲一个共同体的时阵，定定都会袂记哩。其实每一间圣殿，每一个团体拢是对对开始的，对个人啊。每一个团体、每一个教会、每一间圣殿，拢是对个人开始。所以咱咧讲圣殿的时阵，毋是干那讲以色列人，是包括每一个人的人名。所以咱才会发现讲，伫圣经中间有足侪的名，拢写伫这内面。
伊一直咧提醒咱，虽然看起来咱讲国家是一个共同体，教会是一个共同体，圣殿是一个共同体，但是真正重要的是每一个人一个的人名所建立起来，这才有真实的意义。所以踮伫所罗门最旺的时代，咱所看到是一个人三参与踮伫这中间，到伫整个圣殿会当完成建造。这点是最后一步。所罗门要将约柜运入来圣殿中间，咱嘛看到伊真正遵守圣经中间的律例，调集以色列所有的长老、逐支族、逐宗族，遮的族长，拢照因的规例，祭司要将约柜运入来圣殿中间。踮伫约柜内面，现在伊所下是两块石板，这两块石板咧代表的是因对以色列出来，上帝甲因所立约的圣殿。这点，当祭司离开的时阵，有粉彩充满，上帝的光临在踮伫这间圣殿中间。头先所罗门这个祈祷是啥物？上帝啊，我知。无任何一个所在会当互你徛起，因为你是至权，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但是现在你却决定要住伫这间圣殿中间，这是何等的稳定，也是何等的祝福的。就踮伫这间圣殿内面，记载是以色列人漂流伫旷野的历史，因捌经验过埋怨、冲突。也经验稳定甲和解，有侪侪无共款的故事，有侪侪无共款的脚跡，现在拢集合踮伫即间圣殿内面，就踮伫圣殿奉献的时，这就是上帝的家，也是咱的家。其实对咱每一个人来讲，咱今仔日咱拢会当理解因所咧做的事，因为无论咱对来。咱对侪侪所在集合踮伫今仔日的东门教会，咱也有咱自细汉成长的教会，有咱经过聚会的教会。伫无共款的圣殿，伫无共款的教会内面，拢有侪侪咱所留落的脚跡，拢有咱的记忆。咱有可能细汉伫一间教会中间大汉，青年读册的时阵踮伫另外一间教会。结婚的时阵，因为工作也进入到伫另外一个城市，伫无共款的所在，咱拢咧写咱甲上帝的故事。其实这就是祈祷。真正的祈祷是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咱一直咧写咱甲上帝互动的故事。毋过咱定定袂记哩这项事，因为今仔日咱拥有的比过去搁较侪。今仔日咱拥有比过去搁较侪的财物，咱也拥有比过去搁较侪的资源。虽然拥有愈侪，咱愈会发现讲，伫这个无形快速变迁的时代，咱定定会面对讲，搁来要安怎办？无论是后一代，是青少年也好，是儿童也好，咱拢一直咧面对讲，搁来到底要安怎？咱愈来愈知影一项事，咱无法度用咱安怎成长的经验来看讲现主时的青年也是儿童，因未来的生活应该要安怎过？因为咱拢知时代一直咧变迁，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宗教团体，其实拢在烦恼同一项事，都是后一代到底伫咧对。真有意思，因为咱现在就活伫一个愈来愈少囡仔的时代。顶礼拜带咱的青少年去到伫台东，一开始想要带因入去家教服侍，毋过疫情了，即马家教的限制较严格。过去我捌带过大概国中生、高中生都会当入去，但是即摆家教讲歹势，即马规定拢较严格。一定要超过18岁才会当入去家教服侍。所以当无法度入去家教服侍了，我就开始想，安尼要带因去倒，望会当互遮个青年有一寡服侍的机会，甲阿美族的教会联络，
阿美族的牧师就甲我分享一项事，伊讲老牧师，你对阮台东真熟悉，有一项事我想要拜托恁，看恁的青年会当做无？我讲，请你讲看卖。伊甲我分享讲，足侪大学生、青年踮伫暑假想要来到伫偏乡来踮伫遮服务，啊，因所想要服侍拢是啥物人？因拢想要服侍小朋友。啊，遮个牧师就真坦白甲我讲，伊讲老牧师你足熟悉台东，阮真正无小朋友，阮真正无小朋友会当互因服侍啊。因为小朋友拢出外，啊学校嘛拢无囡仔，啊我就讲啊，所以牧师你有啥物意见？伊讲恁来试看卖，去关怀老人的所在。看恁的青少年会当踮伫关怀老人遐个站内面做伙服侍无？若是恁所做会当成功，这代表讲未来每一当有大学生想要来到伫偏乡的时阵，我拢会当邀请因去帮咱遮的士大人。所以，阮就真赶紧将咱的青少年设计要安怎来帮咱遮个阿美族的士大人。遮个牧师看到咱的计划了后，因感觉足欢喜的，伊就讲：安尼老牧师，请恁分2组好无？敢若去1站吼，伤拍算啊！恁来遮尔济人，会当去2站无？我讲会使，啊，就真正咱迄天分组去2站，会记得咱阁有2个青年是阿美族的吼，所以因2人真认真练习讲2句阿美族的话。后壁无法度啊，但是通过安尼，咱会当缩小无共款，咱甲遮个士大人因的距离，咱的青年踮伫遐，会当甲遮个士大人做伙佚佗，做伙吟诗，做伙唱歌，其实真欢喜。我问遮个牧师讲，恁遮个聚会是1礼拜几工？因牧师讲，逐工拢爱。所以，伊才会讲，我偌尼期待恁会当来，啊无人的时阵，就是全部我拢爱家己想办法。是，咱咧面对的，就是整个社会环境一直咧变迁，每一间教会咧烦恼后一代的流失，每一个宗教团体其实嘛拢共款。后一个拜五暗时，咱有一场真有意思的聚会。最近我甲几个青年咧设计一个为着台湾祈祷的祈祷会。伫即个为台湾祈祷会的时阵，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邀请每一个踮伫现主是无论踮伫啥物款的位置，伊真正为着台湾关心、为着台湾服侍的人，来到伫咱中间分享，咱会当替伊祈祷。我强调讲，无论伊是基督徒，也毋是基督徒，拢不要紧。只要伊愿意接受讲，这是一场祈祷会，我会替伊祈祷，就算讲伊毋是基督徒嘛不要紧。不过真有意思，一礼拜前有一个强庙的副总干事，伊咧讲，因真烦恼讲后壁因强庙无少年人，我听了真意外，咱拢想讲踮伫强庙内底，毋是应该？真侪的青少年嘛，因讲吼，无法度啊！即摆的青少年拢信啥物教？即摆的青少年都信什么教？睡觉。手机教。有足困难的，即摆的青少年，逐个人拢干那看手机，无人想要参与踮伫济活动中间，所以伊咧讲，即摆咧跳吼，上少年差不多拢已经超过35岁啊。我讲遮尔烦恼，伊就来看讲，咱教会青年袂少人看咱的网络，咱的青年教儿童袂少人，因想要了解讲教会到底安怎做的。我讲算笑，讲即马是遮个强庙想要问教会安怎做迄个人数增长的测量嘛。想我就甲伊回答一个讲，无安尼啦。咱的为台湾祈祷会。你若是愿意来教会分享，我邀请你来分享，
公庙恁所看到，恁感觉为着台湾烦恼遮个事。但是我嘛甲伊讲哦，这是基督会哦，这是基督教的基督会。你分享了，绝对阮会有人替你祈祷，你爱接受哦。一个几工了后这个副总干事就回答讲，伊同意啊，伊足欢喜要来到伫教会分享，嘛愿意参与踮伫即个祈祷会的中间。对这项事，我嘛搁一摆学习。有时咱踮伫强调传福音的过程，一直注意咧讨论讲，咱甲其他宗教无共的所在，一直踮伫无共的所在，咱有冲突；踮伫无共的所在，咱一直想要争讲到底应该安怎，应该安怎，却真少去面对讲，咱甲其他的宗教活踮伫即块土地顶面，相同的所在伫倒落。咱一直教伊讲无共的所在，但是真少去思考到底啥物是相同的。当然，咱的信仰甲因的信仰无共款，但是咱袂当否认的是，每一个宗教团体拢有一项真重要的事，就是期待即块土地会当搁较好，期待台湾即个社会会当充满新的可能性。所以，因同意即个邀请的时阵，我也一直为着因祈祷，嘛一直为着后礼拜五即个聚会来祈祷。我嘛讲算笑讲，到底是公庙的人会来较济，还是基督徒会来较济咧？如果若是公庙的人来了比基督徒人来搁较济，到底是倒一边需要反省咧？对无？为什么公庙愿意去参加基督会？无去参加因的活动，这到底是啥物人爱反省？基督徒搁伤少人来参加祈祷会，结果公庙的人来参加祈祷会，到底搁是啥物人需要反省？是教会着常常学习反省。亲像一开始金山长老带咱历经的一首圣诗，教会爱常常学习反省。但是当咱咧讲教会的时阵，是啥物人？毋是别人，就是咱家己。当咱咧讲教会的时阵，就是咱家己。每一个人拢需要反省。圣殿是上帝临在的所在，踮伫遮，咱学习敬畏；踮伫遮，咱也学习去服侍上帝，观看上帝如何带领咱。所罗门就踮伫即个奉献的时刻。伊带领以色列人做伙来祈祷。对22节开始，伊带大家祈祷的时，咱看到3项真有意思的。伊咧表达讲，这个祈祷有3个无共款的角度来看。头一个祈祷是咱踮伫圣殿内面的祈祷。踮伫22节开始，所罗门伊踮伫圣殿内面祈祷。到第30节的时阵，伊阁有提到讲啥物？有侪人是圣殿咧祈祷，所以伊讲有这2项哦。到第41节遐，41到43的时，咱都看到第3项事。第3项事的祈祷是外邦人着这个圣殿的祈祷，伊咧唤起侪人是。现主是咱起一间圣殿，咱有侪教会徛在踮伫遮，但是重点是互人见证上帝的恩光。上帝是超越一切的上帝，上帝竟然愿意徛起踮伫即间圣殿，所以这个祈祷毋那是讲干那踮伫教会内面的祈祷，包括侪人踮伫无共款的所在，着圣殿的祈祷。最后，阁有外邦人，侪外邦人着即间圣殿的祈祷，伊咧表达讲，遮就是祈祷的所在，遮就是爱活出信仰活命的所在。重点毋是人到底踮伫啥物所在，重点毋是到底啥物人是基督徒，啥物人毋是基督徒，重点是所有的人拢在学习。通过祈祷表达对上帝的疼，
通过祈祷表达咱愿意降服踮伫上帝引带下面。所以重点是咱的心踮伫倒落，圣殿就踮伫遐。咱会当踮伫遮建立一个心灵的故乡，也踮伫遮以色列人做伙庆贺，做伙分享，做伙讲咱每一个人的故事。这是所罗门奉献圣殿的祈祷。不过，今仔日咱读圣经的人拢知，后壁所发生的代志是啥物？虽然所罗门踮伫遮，咱会当看到伊献上虔诚的祈祷，带领侪人做伙来到伫遮，但是煞接的故事是，这碟敬虔的所罗门后壁并无完全守这个约。至到伊了后，整个国家陷落伫分裂，最后这间圣殿无搁存在，互人拆毁。但不论安怎，咱对整个圣经一直咧学习的是，毋是强调某一个所在，毋是强调每一个所在才是圣殿，是每一个人的心拢是圣殿。每一个人的性命拢通成做真正敬拜的所在，所以踮伫遮，咱学习祈祷；踮伫遮，咱知这是咱心灵的家乡；踮伫遮，咱拥有真实的性命平安。咱必须爱问的是，伫这个一直咧变化的时代，到底有啥物是永远不变的？伫这个愈来愈无用、愈来愈快速变迁的时代中间，到底有啥物是咱会当永远徛在的呢？一本册伊写讲一个人的圣殿，我感觉真有意思，因为圣殿拢毋是别人，圣殿就是咱家己。伫愈来愈无用、愈来愈侪声音的时代中间，咱愈需要学习，互家己一段安静空白的时间。这个安静甲空白，咧提醒咱的人生有可能侪事袂照咱家己期待去发展。当咱拄着侪项事无法度照咱所期待的时阵，咱会无欢喜，咱会生气，咱会想要攻击别人。但是，当踮伫遮的冲突发生的时阵，这颠倒是上帝咧对咱讲话的事。需要互家己一段空白的时间，知影讲，就算讲所有的事拢无照咱所期待咧发展，上帝永远是咱的倚靠。伊用主爱温暖的双手围绕咱，咱永远袂受放散。德蕾莎修女伊真明确地讲这项事吼，迄个安静踮伫上帝面前静默甲听，其实是同一项事。伊安怎讲？伊讲咱会当静默结出的果子就是祈祷，踮伫静默中结出的果子就是祈祷，伫祈祷中间所结出的果子就是信德，信德所结出的果子是听，听的果子就是服务。我用华语来讲一摆吼，沉默的果实是祈祷，祈祷的果实是信德，信德的果实是爱，爱的果实是服务。通过祈祷，通过静默，咱会当得出真实的信德。有这个信德了后，咱表达听，听是通过服务来实践出来。所以每一个讲咱是一个基督徒爱活出听的性命的人时阵，上界重要的是咱如何去活出真实的信德，活出听的服务的行动。但是一切的根本是啥物？一切的根本是咱转来到伫
充满侪声音快速变迁的时代的时阵，互家己一段空白的时间。踮伫即个空白的时间，咱学习祈祷。所以这其实也是后礼拜我要甲强庙遮的人做伙分享的事。咱拢足烦恼，到底要安怎办？咱会足烦恼，想要找出啥物款办法来解决现主时的困难。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咱如何踮伫遮尔济操烦、踮伫遮尔济看路的时，互家己一段安静祈祷的时间。咱需要敲吹真正的智慧，咱需要敲吹真正的真理。这就是咱会当留予后一代的人永远不变的价值。踮伫祈祷内面，诚心替别人来设想，无掠家己的欲望真做满足。踮伫实践的过程中间，活出生命所实。人的心灵只要互世俗的价值所限制，圣殿就会失去伊的功能。圣殿就会真做加减，只有通过信任甲开放，互咱的心灵真做一个生命的回响。来到伫遮的人，伊会当得到上帝的光，唱出真实的平安。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是圣殿，咱拢会当来起造咱家己心灵的回响。互见若来到伫遮的人，因真正感觉有温暖的光，有温暖的风，在吹入因的生命。这是咱每一个人祈祷的生命，是一代搁一代需要延续落去的价值。咱是一个祈祷的人，就踮伫即间教会内面，咱学习祈祷；踮伫即个圣殿内面，咱学习服务，踮伫每一个需要的所在，见证上帝的恩光。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踮伫遮，我祈祷。踮伫遮是我的家，有欢喜，有目屎，有故事，有分食。踮伫遮是我的心。有破碎，有恢复，有听，有讲。我祈祷一双宽容的手，应听围垒这土地，一个温暖的光，用温暖临在全土地。平安，平安，对这代到迄代。唱出诗篇，永流传。咱期待真实的平安临在伫咱中间，踮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互上帝进入。上帝的光要引带咱，求上帝成做咱的祝福。请咱做伙吟一首圣诗，上帝的教诲毋是来成做咱的回应。上帝的教诲毋是咱人应今雕刻的圣殿，说明毋是受经来造就，是对是自家来加练。你这是我的祖母花树，有目屎故事无分食。你这是我的心有破碎，有肺哭讲出有真疼。我祈祷因宽容的双手，因听来保卫一个对，温暖的光阴稳定你现在，平平。
爱安充满一地，咱对一代的传教期待，上赞诗篇永远流传，教会着将上学习关心，继续向前奋斗不断。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通进入踮伫你的圣殿中间，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有一段祈祷的时间，都踮伫这个世界充满变化、搅乱、济声音在引诱的时刻，互阮重新建立属于阮家己的圣殿，就踮伫阮的生命中间，有一个所在是会当听见你的声音，学习你的道理，也愿意跟对你的所在。通过祈祷，通过实践，通过服务，愿知你要使用阮，继续写新的故事。互阮一代搁一代，拢清楚知影，跟对你是生命的根本，会当服侍你是阮生命中间上大的恩典。愿你祝福阮大家，互阮参与踮伫圣殿建造的时，阮的心也成做心灵的花园。互见若接近阮的人，就通得到福气。来到伫遮的人，要听见主你的启示，愿主祝福阮大家领受生命的平安。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青年牧区即马要来献诗，因所要念的诗是：我欢喜甲你做伙，我喜欢与你在一起。
拄则阮大家唱歌，大家有介意无？好，阮青少年，阮青年牧区有三个群小组啊。那阮有青少年，就是拄则阮迄个有较细汉的小朋友，因的聚会时间是拜六暗时，搁有大学生的聚会时间是拜六的暗时伫后边的迄个101教室。那阮阁有社青，就是已经出来做工课的遮个社会青年，因的聚会时间是礼拜天的中昼安尼。若是大家有想要来共阮做伙来聚会，会当来共阮遮个青少年来做会当来共阮问安尼。那阮来看阮即当阮的迄个聚会一寡影片，这是社青的迄个聚会的一寡相片，因去做伙来读册啊，还是来开讲安尼。这是青少年的，因阁有家庭的探访，阁有做汤。开讲算一寡游戏安尼，这就是生活营拄好拄则魔术讲到的，这是阮大专的迄个聚会时间，对，这也是青少年的，对，这是他们的地狱厨房。然后这是我们跟北门教会一个联谊的运动会，这样子。这是我们在牧师家吃饭，对，这是我们牧区的这个会议在讨论的照片。这是我们的迎新活动，这样子。对，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就是家里有小朋友也是欢迎一起来，也请大家为我们的这个青年牧区代祷，谢谢大家。安尼，咱做伙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啊。然既然有想要为着青年事工奉献，踮伫酒部内面嘛有迄个奉献袋会当使用。
济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咱即个拜三圣经学堂，咱恢复聚会，咱的进度是诗书记第9章26节到57节，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好，过来，咱今仔日特别为着青年事工关心来到以及奉献所以请咱同齐来关心咱青年宣教的事工。第二项，咱后主日是部会周所以咱请部长来调集会议吼。咱的中执会，因为咱9月初8迄天要改选长老，所以咱的中执会会延到9月15再来调开中执会，所以嘛请咱来第二遮的时间。过来，咱113年度的第一学期将做紧开始接受申请所以若有符合资格会当来干事这边来提吼。好，过来，咱的家庭团契10:40分要踮伫松大教室来举行年会，所以请家庭团契客户当做伙来参与。好松联大学，咱这学期的松联大学因为对面咧征收，所以咱的教室会改来到伫这边4楼吼，就是教育大楼4楼遮的教室遮。咱即礼拜过来即礼拜拜5就要返校注册共款地点就刷来到伫遮。开学礼拜是9月初4，开学礼拜的地点是咱2楼的附堂吼。好，咱要特别为着咱的学生要升级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要邀请这些学生会当要升级的同学来到前面，好吗？有要读大学的，有要读高中的，有要读国中的。咱升级就是你只要升一个年级，全部都是升级。好来，咱做伙为着咱遐个要升级的人，咱做伙来祈祷吼。主管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参与踮伫每一个对儿童到青少年到成人，每一个无共款的生命阶段中间，无论踮伫学业，也踮伫每一个生命的过程。阮拢体会上主你如何带领，也上帝你如何引带，互阮通一生行伫你所定着的道路中间。主管为着搁刷来新的学期，为着每一个学生献上阮的祈祷。愿主你的听时时充满因，愿主你赏赐因，若亲像所罗门一样，通得到智慧的心，通有济包容的能力，款待
亲人也款待身躯边每一个人，互因无论踮伫教会、踮伫家庭、踮伫社会，也是踮伫学校中间，拢通成做上帝你的见证。愿主亲自施恩赐福固守，愿你祝福，愿你引带。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哦，等下有礼物要发。OK， 啊，过来是 OK。
好，我来。歹势吼，迄个社青毋免领红包啦，毋过原来会当祝福的祈祷无啊？社青头拄仔拢无上台呢。社青，咱针对迄个有换头路有要升级的，来做伙出来好无？来做伙出来。对啊，你的博士要毕业的人爱出来啊！啊，明俊嘛毕业啊，明俊嘛毕业啊，明俊也毕业啦。也要升迁了。好，来，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也点伫无共款的生命阶段，通看见上帝你的恩典。主，愿你祝福点伫这每一位遮的青年，互因无论是点伫学业要结束，也是点伫工作的改换，也是点伫每一个人生阶段的过程，主因不断看见上帝你的恩典，也真正体会主你如何引带，也如何的带领。愿你开阔因的境界，互因点伫成长的过程，眼光得到新的开阔，也互因通成做搁较侪人的祝福。愿主施恩点伫因，也互因会当点伫教会、点伫社会、点伫家庭、点伫工作的所在，拢通成做耶稣基督你的眼睛。为着因献上祈祷，为着因每一日身心灵的健康，愿你扶持固守。当坐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谢，靠耶稣的名，阿门。好，好，咱来介绍这礼拜来到伫咱中间这个人客吼，头一个是张康宁跟潘佳英，这是下晡要参加惠恩咱的乐队的老师乐团的老师过来，咱欢喜本山的老公。本山的老公，等下到伫咱中间，我要，拢点伫迄个网络顶面咧看，即摆看到本人，愿上帝祝福点伫恁的家庭中间吼。咱做伙来念本周的经句，我读一解，做伙来读两解。上主，我的上帝，求你阿乐听你的仆人的祈祷恳求，听你的仆人今仔日伫你的面前地求叫祈祷。列王记上卷第8章28节，咱做伙来念。上主，我的上帝，求你阿乐听你的仆人的祈祷恳求，听你的仆人今仔日伫你的面前的求叫祈祷。列王记上卷8章28节，解上主，我的上帝。求你阿乐听你的仆人的祈祷恳求，听你的仆人今仔日伫你的面前的求叫祈祷。列王记上卷8章28节，咱做伙来吟上行圣诗第389首。阿乐上帝至悬至尊，请起立。Oh
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众大家三地地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
喂喂喂。张不阳，我拿了。我觉得我的好小声哦。喂，李晨曦，晨曦。喂，李晨曦。加一。流星遍满夜空，哒哒哒来了，来了来了赖了赖了。对，我们不管那些小孩，我们直接先开始。直接让一遍主副就好了，让一遍主副就可以了。是，不用，练歌那有在讲的，你就讲很慢啊，拖最慢。阿木啊。好。好了，好了就开始，各位，不用。谁与你相比？是中心遍满夜空。当风雨将我靠近，你是浪，清风平息。谁与你相比？在黑暗绽放晨光，全地的盼望，隐藏在你奇妙的爱。你是荣美辉煌，永远都在。奇妙神荣耀
主耶稣，无人能与相比。我主耶稣。